你这是手无公斤，怎么拿这么多双鞋出来？你就穿这件衣服啊？这不是刚刚那身一点也没变吗？我不能让他看出来我精心打扮过，给他造成压力。我真的服了你了。阿宝，走。哎，这么多年一点都没变，是不是吃防腐剂了你？我晚上还睡冰箱里呢。坐。好嘞。嗨，你好。哎呦，爱找高冷。你好。哎呀，我怎么迟到显得不正式，早到显得太期待，一定要不早不晚，刚刚好。这个报道问题是他们犯罪，所以我这边来找他们谈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没迟到吧？啊，没有，刚刚好，我们到早了。啊，我介绍一下，这个是 Matthew， 这个是 Manny， 我跟你提过很多次。是。Matthew 是我们编辑最年轻有为的一批。你好，我是 Matthew。你好。这是我的名片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。坐吧。我听 Sunny 说，咱们以前是大学校友啊。对啊。他是数学系的。数学系？我以前也是数学系的，但是我大二的时候转到金融系去了。我知道哈。你知啊，那个他的意思是说，像师兄你这么帅，数学系肯定经常提起你啊。是啊，大二的时候我也想转系，可惜啊，没有名额了。真是有点遗憾啊！如果你转系的话，咱们3个就是嫡系校友了。要不点点东西？服务员，拿菜单。哎，若曼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能不能不要跟个鹌鹑似的？体态这么强硬啊！不好意思啊，我想去下洗手间。什么时候结婚呀？我这份子钱可都准备好久了。没这个计划。还是单身？不会吧？一言难尽。我们做心理师的就爱分析别人，职业病你也别介意啊。没事儿，我也挺想听听你对我的看法的。我对你的看法，那肯定是停留在6年前了。但是我觉得你现在从里到外的这几年好像也没什么变化。不过当年呀，我就觉得你这小孩呢，什么小孩儿？你就比我大1届。不重要。当年我就觉得你这小孩说的好听一点，那叫自律；说的难听一点，那就叫压抑。可能6年前的确是有点压抑。从高中到大学，我一直在心里边暗暗发誓较劲，我绝不想成为我爸那样的人，所以刻意给自己上了一个专一的紧箍咒。但是随着年纪慢慢长大，思想慢慢成熟，也接受了人是多样的，人性是复杂的。当然，我还是不欣赏我爸，只是现在对我父母的关系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。正常的、负责任的感情生活，我是能接受的。所以，我真不是刻意保持单身，只能说在感情方面不够幸运。
Sunny 哦，Sunny 他妈妈刚打电话来说他小孩发烧了，所以他先走了。啊，你怎么了？好像身体不太舒服。没有啊，我很好啊。到时候那个公司文件啊，就都交给 Sunny 吧，他是个很有能力、很有经验的投资经理。嗯，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听 Sunny 说过了，你以前在 BNG 工作过，咱们是短暂的同事。那你还记得我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出国时间太长了，我不记得了。我们是老乡。哦，这我倒没听 Sunny 说过，那还真挺巧的。巧。同学、校友、同事，我们还真挺有缘分的啊。你是哪个中学毕业的？我你猜呢？二中。我是一中。我一定要考上他上的大学。那你认识大三的绿阳吗？他之前是我们系的，但是大二的时候就转到经营学院了。快给我打电话！当年我觉得你还有个很明显的问题，分不清友情和爱情。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。被你这么一说啊，我还真的有点怀念了。不好意思啊。喂，找我？怎么回事啊？你们怎么能把事情处理成这样？你是跟我说话吗？等我回去解决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，有急事儿就快去处理吧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先生已经买过单了。啊，不行，我没事儿，我们一起走吧。你怎么走？开车。我家就住在附近，我待会儿溜达回去，顺便看看北京的夜色。好几年没回来，变化真挺大的。那我就不送你了，拜拜。拜拜。哭什么哭？没出息！他既然完全不记得我了，也说明他从来没有留意过我。好
伤自尊啊！他是我生命中最浓墨重彩的篇章，而我却连个逗号都不是。我做了那么多，我却连个逗号都不是，好伤人。哎，我还以为你和你的好朋友早就好了呢，要不然也是没在一起但也没联系的那一种。你为什么说我分不清楚友情和爱情？比如说友情啊，像一般那种在一起成长，然后很深厚的友谊，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有类似于爱情的成分。两个好朋友，精神上是互相依赖的，然后又共同的努力，希望这份友情能够天长地久。所以友谊和爱情其实只有一个指标上的差异，那就是生理冲动。你看，比如说我们俩当年啊，你对我那肯定是友情，我对你也绝不是爱情。你一点都不依赖我。我跟我老公才是爱情。为你高兴。其实你有一个点说的挺对的，我自己以为放下了，其实还端着呢。自己以为是自我调节，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。早知道今天跟你聊得这么深，应该点点酒呢。在家吗？哎，若曼。回来了。你怎么了？什么回忆，都是虚假繁荣。这你干什么呀？你这，我是不是太高估我自己了？他对我没有半毛钱的印象，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奇耻大辱，比高中选班长失败还耻辱。你知道吗？他问我是哪个中学的，我说我是2中的，他还笑，他说他是1中的。我好歹在他眼前晃了那么久，他瞎了吗？他？你先消消气，冷静一下吧。太丢人了，太伤人了。还有吴彩生，我现在恨不得拿那根五彩绳把自己给吊死。你要敢帮他说话，我现在就先吊死你！我不帮，他没良心。艾总好。嗯。
送你的水。我正要找你，跟 BNJ 联络怎么样？你不吃了？饱了。你就吃了一口。你看他这样子，约会肯定受挫。他现在这种情况就叫做单方面脑内分手综合症。1期的表现食欲不振、精神萎靡，等到了2期，就该不修边幅、愤世嫉俗了。你干嘛？您的快成痴男怨妇了，不准再看了。是啊，孩子，这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你应该开始自己新的生活。爸，凯文，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不想他？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忘了他？是不是真的找一个替换的可以有用？不是有用，是有奇效。你去大街上问问，10个有9个女的会说感谢前男友的不娶之恩呐。你可以试试啊！啊，别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到屋里胡思乱想的。试试就试试。我给你介绍个好的，人帅人傻，不花钱。不用了，就上次那个吧。上次哪个？长得像路飞哥那个。呀，来，追爱小组第2次会议开始。你别灰心嘛，曼曼姐，你男生不记得你其实是好事。真的，你看他不记得你，你就可以以一个全新的形象出现在他面前。那没办法嘛，想得到男神，你肯定就得努力争取啊。那灰姑娘在那儿什么都不做，王子上杆子就上樱井，现在偶像剧都不敢这么演了。作为提供一手情报的人，我不得不说，我们公司现在有2个女同事，正在对 Matthew 进行猛烈的斗争，那个动作简直是令人发指啊！他们肯定没有我曼曼姐优秀啊。拍着良心说，还不错。你想，能进我们编剧的都不可能差呀。一个是海归，家里好像还有点背景，还有一个年轻、漂亮、主动，最主要是有脑子。我现在终于知道了，为什么用钻石王老五形容 Matthew 上的钻石啊！女人很久的追求，像 Matthew 这样条件的，就算是单身，也不太愿意找和自己年龄相当的女性。哎，你干嘛拖后腿啊？这是现实生活，不是偶像剧，你现实一点儿。其实所谓的男神，都是你想象出来的。
说不定一接触没了光环，卸了妆，还不如男神经来的有意思呢。你说两句啊。我师姐来北京了，前两天我们俩见了一面，你还记得她吗？哎，以后跟你说话还得先来一整真气启动，怎么跟个行尸走肉似的？他不记着你，你就活不起了。你不是最讨厌为了男人要死要活的吗？谁说要死了？不就是你师姐来了吗？听到了显摆什么呀？嘚瑟！你从哪儿品出显摆来了？人生不是一列火车吗？不停的有人上上下下，都已经下车了，他还回来干什么呀？买票了吗？就重新上车？您最近是遭遇了？你说的没错，陈娘老灰不能分，呛死人！他个陈娘老灰，散退。我送你啊。请你说好啊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啊，再见。哎，有空来，有空来啊。老贾，哎，哟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买瓶酒啊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小瓶，小瓶，行，大了也行。什么呀？来自己家，你客气什么呀？别客气了，我正好想有时间去找您和曼曼妈妈呢。什么事儿啊？我是怎么想的呢？我是想跟你们说呀，我们绝对不会亏待曼曼。真的，虽然说现在小飞在北京没房吧，但是我给他攒着钱呢。啊，娶媳妇儿我们是有诚意的，你知道吗？尤其是曼曼这么好的儿子。哟，瞧你把他夸的，这结婚那是两家人的事儿，都得处理。哟，你怎么这么好啊？现在首付呢，我已经攒了一部分了。但是呢，我想给他们换一个大点的。对，今后未来那个房本写曼曼的名字。哎，这不重要，真的不重要。我不是说过吗？我们乡女婿啊，看的是人品。路飞这孩子人品好，心细，又会心疼人，这最要紧的，比什么都强。曼曼比小飞优秀多了，真的。这事好是好，可光咱们在这乐呵不行啊，怎么跟孩子们挑明啊？不用，他们俩就一层窗户纸，咱们定了就行了。不对，曼曼这孩子性格我最了解啊，从小独立惯了，什么事都自己拿主意。你说这么大的事儿，咱不跟他商量就定了？曼曼这孩子脾气大，弄不好会殃及路飞。哟，那这事儿那怎么办呢？要不然这样，把他们找回来，咱们大家坐到一起，好好聊聊。不能急，哎，真的不能急。我想啊，咱们还是暗中使劲啊，撮合他们，给他们制造机会，让他们自己挑明了。你等他们等到猴年马月呀！你看曼曼工作那么忙，她哪有这个时间呢？我们那个你也知道，太内向了。说实话，她小时候我看得太严了，不行，我要不敲打她，让她加把劲儿的话，咱们这把老骨头哪耗得过他们呢？我得想想这。喂，姑妈，你嫂子挺好的呀，曼曼姐天天都来我们家吃饭。然后呢？这个嘛，反正他俩挺好的。小美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呀？我说实话，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清楚。你不清楚，你给我撒谎！你天天跟着他们俩屁股后边，你不清楚啊？你的工作是曼曼姐给你找的，你不清楚？我说，哎呦，其实本来我可挺有希望的，可是这半路杀出来个男一号呢。什么？不是你等会儿什么意思？你快说什么意思？就是曼曼姐，她以前有一个暗恋了很多年的男神，之前都去美国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又回来了。我的天，
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早跟我说呢？哎呦，你别吼行不行？我慢慢跟你说。虽然是有这么个人，但他对曼曼姐好像没有什么兴趣，所以这事儿呢也成不了，您不用担心。行，一旦有什么情况，我肯定立马向你汇报啊。好。哎呦，真是我这个节目急死我了，这。喂，妈。妈什么妈？啊？你还能干点什么呀你？您说什么呢？什么呀？你给我装！你妹妹都告诉我了，怎么这么笨呢？你就不能盯紧一点干嘛呀？妈，您干涉我的感情生活也就算了，您干嘛还干涉她的呀？人家有自己的感情生活。你这孩子，我跟你说，你有你爸爸一半的色胆儿，你不至于跟曼曼现在不清不楚、不上不下的呀！你们俩怎么就不清不楚、不上不下了？我们就是好朋友关系啊！哎呦！那咱们改天再约。好，拜拜。阿姨，我没骗您，是有小美说的那个人。但谁说我喜欢他呀？我根本就不喜欢他。他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他长得帅，我美啊。他有钱，我穷嘛。想要赚钱，我可以靠我自己啊。他那个人特别没礼貌，压根儿就不把别人放在心上。对，您说的没错，就是没有人情味儿。您怎么能把他跟路飞相提并论呢？这简直就是对路飞最大的侮辱。谁要喜欢他这种人，就是没自尊、不自爱、自讨苦吃。您放心，您是看着我长大的，我有那么没骨气吗？对，没错。阿姨再见。我经理。喂，经理。啊，有，库房就有。啊，好，我现在给您送过去。您那个饭店的地址发给我。哎，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好。我现在快到门口了，你到哪了？怎么还不认识路呢？你现在都几点了还堵车？你这样会耽误我的事情吗？你有没有点时间观念和效率？Manny，真的是你？我刚才和客户吃饭，喝了点酒，没法开车。我代驾他找不到路，你开车了吗？我待会儿参加个视频会议，能不能搭个便车？好啊。真太好了。
多谢你送回来，给你添麻烦了。你刚才有事在那个餐厅吃饭吗？你是哪一届的？跟Sunny是一届的吗？瑞，那你比我小2岁。你之前在 BNG 哪个角色？后来为什么转行？前面那个路口右拐。谢谢你送我回家。那怎么对我这么大敌意？你是哪儿得罪了我？好自卑，好想死。这边，这边，这边，这边。对我这么好啊，还回来接我？我是不是很丑啊？我现在是不是很丑？没有，我见过更丑的，在我手机里存着呢，要不要复习一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偏偏让他看到我这个样子呀？我真的很不甘心。我平时那么漂亮，为什么偏偏在我这么狼狈的时候碰到他呀？刚健身完，气色挺好的，怎么就狼狈了？哪里气色好了？你闻闻我这一身臭汗味，你看看这个发型，你瞅瞅这衣服，你要是不见到您师姐，你会开心吗？我没事儿，我觉得挺好的。那是因为你是男人，你们不用化妆，不用打扮，是不是？但不代表你们不是视觉动物呀。如果丁语言看到你原生态的样子就感到失望的话，就说明他不过也是一个肤浅人。从他回来你就不甘心，他不记得你，你不甘心；他看到你素颜的样子，你又不甘心。你到底是不甘心还是不死心啊？我没有不死心，只是面子，只是自尊的问题。就算要下了他的火车，我也要美美的下。不会安稳人就闭嘴吧！一直在讽刺我，这什么朋友啊！我对你太失望了。那你对自己不失望？你对现在这个连情绪都控制不了的自己不失望？你干嘛去啊？烂朋友自己打车。都办完手续，我能不能再蹭顿午饭？行，楼下食堂难吃，中午啊，请你吃顿好的。这就是霸道总裁的化身。要不人们都说啊，一个优秀的女人都活成了自己要嫁的人的样子。这什么东西？什么什么？袖扣啊，男人的东西。你身上怎么会有这个？给我，给我，干嘛？昨天丁宇阳坐在你这个位置，怎么会？
你们2个约，你都不跟我说。不会是他掉的吧？他昨天穿什么？好像是衬衫。他是故意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偶像剧里的复古桥段呀，他把袖扣故意落在你车上，这样他就有下一次见你的机会了。这一般都是偶像剧里那种心机女二干的事情啊，什么掉个耳环，掉个口红，心机男神呐。他会吗？不是，但至少证明啊，对你还是真的有意思的。你拿开！凭什么他对我感兴趣我就要接啊？我才不会被他的情绪给控制呢。今天啊，肯定会给你打电话，行不行？要是不打，把头都剁下来给你。他给你打电话了吗？还没啊？这不应该啊，都快下班了。他可能太忙了。帮我扔了吧。别呀，你再等等。他不给你打电话，你是不是也能给他送过去啊？这样他肯定得请你吃个饭，表示感谢。这么一来二往，你们不就多点接触接触了吗？我见不见？我还给他送过去。哎呦，这事儿我也有点搞不明白了。我申请开会讨论。以我对 Matthew 性格的了解，但是不小心掉在车上，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可以利用这件事情。哦，你跟他怎么遇到的？这么巧啊！别三八，说正事。OK，你这样啊，你呢先给他打个电话，说你要把东西还给他，但他一定会请你吃饭。跟我说的一模一样。我不想看见他。你不是这么小气吧？到现在还为他没有认出你翻不过去啊这招。我跟他没什么好聊的，我对他也不感兴趣，我脸皮不厚，情绪能自理，更不想自讨没趣。哎呦，路飞，你会动啊？我还以为你是照片呢。你要说什么？那天在Sunny儿子的满月酒上，我和丁宇阳坐在一桌。我作证，我作证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他说他对我有印象。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？他说看你面熟？你这不都听见了吗？我知道我听见了，但是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。我在他周围，花市出现了这么多年，他都没有一丢丢的印象。他说他看见你觉得面熟。我提醒你一下，我跟丁宇阳的所有接触，都是你让我去的。我去，你天儿！喂，你好，客人喜欢什么？你这所有东西加起来一共多少钱？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所有东西多少钱，我都要了。不是同学，你是哪个月薪的？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你说多少钱就行了。既然你这么诚心，这些东西都送给你吧，咱留个联系方式。哎，不要玩了，不用。多了少了就这么多了啊！来，同学，
2万8也不够啊。就这2次走马观花的接触，他就看你面熟，好记性啊，大学霸，过目不忘。我处心积虑的跟他跑了这么久，他为什么不记得我了？我不服！这件事情本来可以翻篇的，但现在不行了，我要问问他，他必须给我个交代。刚刚正方辩友激情的控诉，大学恋爱如果是选修课，太不公平，而且他还抨击了学校的选课系统。说好早上8点运营，8点你准时登录进去，你发现你想选的课程都已经选满了。这就像你喜欢的那个女生，大一的时候她跟你说：“哎，今年我不想谈恋爱。”大2的时候，你再去追，发现她已经有男朋友。校园里面最优秀、最抢眼的男生和女生，就像是最热门的选修课，名额有限，竞争激烈。既然名额有限，那公平起见，学校是不是应该搞一个选修课的随机分配？于是，你打开自己的课程表，理科生发现自己的课程表里多了一门普利策与费罗斯特；文科生发现他自己要去上从宇宙到夸克。哎，这倒是真公平，因为大家都不知道自己学的课程的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如果大学恋爱真的是必修课，那美好也别了之。大家为了顺利毕业，无论如何也必须找个男女朋友才行，哪怕对方不好看、性格差、脾气大，你也不能分手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和他谈了分手，你就没办法顺利毕业。这得是怎样一种人间惨剧？上人食之无味，下人弃之重修。横批，你猜猜是什么？惨绝人寰。喂，您好，我在58同城上面看到你们的信息，我需要搬家。像一个梦遥不可及，一碰就碎了一地，假装不在意，只能远远的惦记。就那么一句我想你，放在心里受了委屈，故作不介意，抱自己在怀里。哭了又哭，笑了又笑，想要走进你的心里。原来爱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。喂，陆哥，你朋友现在非要退房违约，合同没到期呢，押金和剩下的房租都不能退给你。下笔落在哪里？那你让他退吧，有什么费用或者交接的问题，我来处理。合同是你签的，退房也要你来交接才可以。有些改了又改，到底想麻烦你能不能跟房东商量一下，我晚一天再过去交接。偏偏那么的喜欢你。好，谢谢啊。帮你啊！哎，
那我进去拿箱子了。过来。用不用我帮忙？不用了。路飞哥，路飞哥，我是青青。不是说怎么喜欢你吗？这才几天呀，就找到下家了。开始新生活对他来说是好事儿。真想一盆洗脚水倒下去。要搬走了，青青。你不都看到了吗？这房子是路，他帮我租的。现在我们分手了，我当然应该搬走。青青，这是你朋友啊，你好，我帮你搬了。搬走也好，彻底走出来，开始新的生活。我知道你们讨厌我，现在我搬走了，你们开心了？你想多了，我们都不讨厌你，但是我讨厌你，我讨厌你们两个举世无双的好朋友。你们最特别、最默契、最合拍，你们连婆媳问题都没有啊？那你们就应该一直单着，为什么要出来祸害别人？是我吃醋，我嫉妒，我就是小心眼。我不懂他，我不包容他，我根本就不配喜欢他。但是你呢？你又算什么？为什么我只要对你有一点不满，我跟你有一点比较，就是我自不量力，我来破坏了你们的关系，好像我根本就不配懂得你们之间的崇高友谊。什么友谊啊？根本就是自欺欺人。你骂够了没有？有一些东西你不理解，不代表它不存在。我跟路飞的关系，不需要让任何人解释。你笑什么？青青，那边都弄好了，我们可以走了。你根本不懂他怎么想的，他的秘密，我也不会跟你解释。怎么了？他惹你生气了？啊？他是谁啊？你认识吗？前的朋友。哦，朋友啊。再见。你自己怎么不吃啊？他不吃自己的同类。我知道星座。怎么了？唉，不怪青青由爱生恨。帅哥呀，毕竟是稀缺资源，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我跟你太熟了，认识你太早了。要是我遇到你这样的帅哥，我怎么也不得过去要个电话号码什么的，最不济我也得拍张照片，尾随个1公里什么的。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样子特别可怕？我还不是为了让你找回自信啊！对于这种不惜自黑还要把你逗笑的朋友，你应该怀着感恩的心，知道吗？可惜啊，
为什么熟悉让我爱你变得这么艰难？有水果吗？青青说：“你不是我想的那样。”还有什么青青知道我不知道的秘密？快说！好朋友应该是无话不谈的吧？不是你想的那样，那是哪样呢？看青青那古怪的表情。我一直觉得你是草食系，你该不会是肉食系的吧？那葡萄都没洗就吃，不怕得病？我发现你的前女友们都挺会吊人胃口出题目的。前有马林丽假设，后有邢晶晶猜想。这什么呀？你跳的跟个蛤蟆似的，一戳一蹦的。你才像个蛤蟆！说，呱，说不说？呱呱呱！说，到底是什么？说。不好意思，都没认出来。你今天真漂亮。恋爱是一场心理战，让他先对你动心，勾起他的好奇心。物归原主。谢谢。上次你送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想请你吃饭。今天你还亲自把这个送过来。主动是他表达好感的方式，不管他是铺垫感激的情绪，还是找还人情的借口，目的只有一个。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我请吃饭。尽量别让他顺心，努力让他挂心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今天晚上有约了，要不我们下一次？没关系，下次我提前约你。欲擒故纵，得不到的小手挠着他的心，无为而治，勾引，牵引对方步入你的陷阱。那你，我们加个微信吧，下次方便联系。好啊，扫我吧。下次有空一起吃饭。那我先告辞了。再见。拜拜。加上微信了，他先问我的，漂亮。怎么一张自拍都没有？一条和生活相关的自曝都没有。哇，这是什么朋友圈？交朋友还是上专业课？哼！他是怎么评价我今天的形象、气质，还有我的个人魅力的？没有，这说明他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。好，你开心就好。现在脸也用完了，该走心了。都4个小时过去了，他怎么还不给我发微信呢？你能不能不要这么 over 啊？女人太坚强独立之后，就会不自觉的有2副面孔。第一副面孔是我不需要男人，第2副面孔是看不起男人，对不对？我哪里 over？我控制自己控制的非常得体，一直以来就是如此。拥有可怕的
傲人的自控力。等很久了吧？不好意思。他们只是同学，他们是在讨论学业难题。肯定是女同学遇到伤心事了，她好心安慰同学。你到现在还在以自我为中心啊？现在是你追的别人，你能不能放下来一点儿？你现在一切要以 Matthew 为中心，他喜欢什么啊？他需要什么？哎呀，投其所好。会不会是搞服务行业的？哎，认命吧，乙方。啊，你看你的竞争对手，天天的发自拍。他有女朋友了。你少喝点吧，你酒量行吗？我说了，我上大学就跟他表白的，但是他有女朋友了。哎，你别这么喝了，会醉的。我还没有尝过喝醉的滋味呢，喝醉就什么都记不住了。你把酒给我，你给我。哎，小姑娘，那是我们的酒，不好意思啊，这瓶酒钱算我们的。哎，你别喝了，行了，送你回宿舍吧。啊，走。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，你真的好可爱啊，我好喜欢你。我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好。狗狗，我最喜欢狗狗了，狗狗，狗狗，狗狗，我喜欢你。哎呀，怎么了？大晚上约我出来喝酒？秋哥，有件事儿还得麻烦您帮忙。我托我大学老师在医美找了一份护士的工作，我不方便说，麻烦您告诉一声青青，但是千万别说是我干的。后路都给人家安排好了，你这么关心人家，那娶回家多好啊！他毕竟是因为我才辞职的，我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。哎呀，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啊！你说青青年轻漂亮，那么喜欢你，什么都听你。问题是人家不嫌你穷啊！啊，这狗屎运，多少男人羡慕还来不及呢，你还非不要，就喜欢你那个同学。每次接到你同学电话、微信，你看看你，就跟那地里等着收割的野韭菜一样，都笑成花了都。你是跟人家表白了没？属于单相思，还是表白了被拒了？算是没说过吧。那赶紧说呀，使劲怼呀！我们现在这种情况，我说了只能让关系变得更复杂。我不希望有一天我跟他的关系变得奇怪，变得尴尬。全是借口。男人不敢表白，没有别的，就是自卑，怕表白了人家再也不搭理你。我告诉你，男人没钱、没权、没地位，那就是没有自信。今天趁着酒劲儿，我给你下点猛药。女强男弱，你没戏，趁早死心了。我倒是想死心，那我现在这样，不就是连死心都做不到吗？
嗯